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1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天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受人枪杀意外，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今日去到台日关系交流协会表示哀悼。本土病例增加19051例，96个人死亡，另外有父母去到机场接囡仔，却感染到 BA.5。大学分科测验最近这2天等咧考试，一届也开放确诊的考生会来考，而且会是伫咧独立的市场考试。讲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受枪杀意外，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今仔日拢去到台日关系交流协会表示悼念。总统蔡英文除了感谢表示哀悼以外，也感谢到安倍晋三对台日关系贡献，也强调未来爱做伙拍拼，和台日合作继续来开花结籽。向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献花行礼，表达哀悼。安倍当日不幸被枪杀过往，总统蔡英文甲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等人11去日台交流协会悼念安倍，而且伫老话房仔写讲，台湾永远的好朋友，感谢你对台日友谊、甲世界民主、自由、人权也有和平的贡献，来表达对安倍孝念。是感谢安倍前首相对台日关系的贡献，正如同他所弹奏的歌曲《花正在开》。我们一起继续努力，让更多的台日合作开花结果。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去现场悼念，强调讲，当台湾上界困难克服中国打压的时阵，安倍晋三一直替台湾讲话，甚至发出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是台湾永远的好朋友。当台湾疫情最困难的时候，他特别奔走出很大的力量，让日本政府能3度送台湾最需要的疫苗。包括立法院长游锡堃、前院长苏家全等等的政要，嘛拢有去现场，针对台湾政界人士，专工去现场悼念。日台交流协会嘛表达因感谢的心意。台湾朋友们也分享这个悲哀的感情，大家都为安倍总理的灵魂的平安祈祷。安倍晋三安尼行去，真侪台湾的民众嘛感觉真艰苦、真唔甘。为各地内的民众嘛伫协会外口留话，写出因对安倍的追思甲感谢。记者综合报道。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车背着前来过身，真侪国家领袖拢表示哀悼。美国宣布降半旗向安倍晋三致意，咱台湾各级的政府机关也有公立学校，伫今仔日也降半旗一天表示哀悼。总统府的升旗台顶国旗已经升降一半落来。几日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向开枪大死亡。咱总统府宣布，政府的国旗馆甲公立学校7月11拢得降半旗致哀，但这做法引起民众的不满。非我友邦，非元首，更非我总统、副总统，居然要下半旗，因为疫情死了数千人。请问？蔡英文，你不觉得该要下半旗吗？照国旗降半旗的办法，除了国家政府总统28纪念日以外，就要对国家有特殊的贡献，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有贡献，甲现任友邦元首等条件，才会使降半旗。新党认为安倍晋三拢无下这规定，认为民进党政府若要降，就要降党旗，无应该去降国旗。他在第2任之后，其实对于全世界的改变，跟日本要尽的区域跟世界的责任，我相信不止台湾，全世界都感受得到他的诚意。说明说，在日本的周边有事定义里面，应该要把台湾纳进去。好像另外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台湾人在一起作战，我觉得降半旗1天是适当的。今日国民党内部是有无共意见，询问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认为，安倍挺台言论敢算是重要贡献，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今日朱立伦是认同降半旗。翻头来看，这2年，台湾因为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参谋总长沈一鸣等军官殉职，高雄城中城大火等事件降半旗。这届降半旗煞引起各界讨论。总统府强调是对的，而且感谢安倍对台湾的贡献，甲伊坚定保卫民主自由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
但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9051个本土病例，有80个带病入境，96人死亡。顶礼拜又查到86个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另外，也搁再发生一站爸母去到机场接囡仔，一个囡仔刷传染到 BA.5， 予伊爸爸妈妈造成一站家庭群聚感染案。另外，新任的指挥官是啥人，当时会来上任的？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是19051例，境外移入个案有80例，那死亡个案是96例。今天有新增172例本土中重症以上的个案。好，今天公布96例的死亡个案，其中20多岁的有2位都是男性哈。另外，我们还有1例特殊重症，是一个15岁的小朋友哈，一位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女童哈。今天还要再公布，就是说有另外一起也是机场接送哈的2位家人，是一对父母亲哈，去机场接送小孩。那这一起的事件是源自于一个2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哈，那他在6月份的时候有出境到法国，然后在6月24号的时候搭机，那从这个法国经过新加坡转机抵台哈，从桃园机场这边入境。那他是一个屏东的个案，他爸爸妈妈就是开车从桃园机场哈，把小朋友从屏东从桃机要接回屏东哈。那指挥官的部分，由于目前是1级开始所以是由行政院这边来指派那至于说部长他或指挥官离任的时间，这个当然是由这个行政院这边来决定。讲到这大学指考对今年开始转型做分科测验，最近这2天等咧考试，这回有29000多个考生伫咧考试，不过受到疫情影响，这届要开放这轻症甲无症状的考生会当来考，而且因是伫咧独立的市场内面考试。上班正经，先送囡仔来考试，做伙翕相留记录。个妈妈先甲查某囝揽一个加球。分科测验因为疫情无开放备考，这个细4的同学7点25就先到市场，要赶开放第一时间入去。再把物理的公式再复习一次吧。加油，建中加油，加油！加油！家长服务队甲已经考调大学的毕业生，摕票据细写甲考生加油。这个细龄的同学就讲，有同窗做伙来，心情有较轻松。若无拼分科的日子，有影是真辛苦。很多已经上大学的同学，他们都可以出去玩了，然后但是我还是要在这边念书，我就觉得很惨。可以恢复数乙啦，这个我想大家在高中、大学都有共识。分科测验第1届开班，无考国文、英文、数学1，第1天考物理、化学、数学甲甲生物。除了数学甲，有要读商业管理的社会组考生来考试，其他的拢是自然组的考生。这个细5的同学想要拼数一系，就感觉数学甲无好准备。是因为比较不知道要怎么去复习。分科测验有开放无症状甲轻症考生考试，到7月11透早，全国有143人报名。顶补第1节考物理，有72个确诊考生，4人欠考。另外，阁有居家检疫、隔离甲自主防疫的考生，伫隔离市场考试。物理这一个节次来讲，开启了32间，应到的考生呢有68位，那实到61位。大考中心强调，今年防疫甲过去无同，各地回报速度嘛无同，资料随时拢爱更改。到目前为止，物理的欠考率是7.02%，比去年1.26%，搁加5.76%。记者综合报道。台中13期定位区一直还未完成开发，也拢无人伫咧管理。顶个月有民众骑奥多派经过，伊暗棍煞见到这放风吹的吊鱼线挂一个是老火楼底。毋但有即款的意外，要人伫遮飘车，甚至发生抢案，真侪人认为讲这管理已经出问题。汽机车经过台中东兴路一段皮真紧，两边拢是13期中卫区的空地。目前虽然还未开放，但是来到假日，常常有民众走入去，伫咧遮放风吹。占小姐6月19号晚暗啊下班骑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阵，暗棍就去伫咧空中的风吹线挂着伤，留下一顺12公分的开放性空吹。已经过将近1个月的时间，痕迹犹原真明显。因为我感觉绳子的确是从我旁边滑过去的。然后，所以我的手跟脖子就是割过去的痕迹。当下医生其实是有
大概看了一下伤口状况，有可能是有灼伤的痕迹，所以是滑过去的。检小者事后身心受创，目前当地咧甲放风吹民众协调赔偿的代志，更加批评市府管理有问题。台中13期中卫区为2013年开发甲单，真侪所在的照明甲监视器拢还未完成建制，地势变成当地人拢知影的治安死角。除了风吹线挂暗棍啊，也曾经发生过驾车甲抢劫的事件。晚上就我们本地人其实知道这附近确实有风险。去年前年也是枪战在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底下就是有发生，所以这附近晚上我爸说不要来这边。计划道路出入口目前借纽泽西护栏来密接阻隔。那平常我们也请那个施工厂商也不定期来巡检工区，如果有发现非施工人员擅入工区的话，我们也都会予以温和的来劝勉。地政局表示，目前13期中卫区正在进行土地点交的作业，还未开放的区域会以纽泽西护栏来阻挡，未来会配合警方定期巡逻，维护民众的安全。记者台中报道。高雄有针对这酒驾新法公布一再食酒赛车名单，到达公布27个人咯。警方也列搁较暗要来减少事故甲伤亡人数。不过有数字显示，讲今年4月到6月，这食酒赛车却唔接受检测的人数是去年同时可能2倍。这显示讲有真侪民众愿意纳18万的罚金吊销驾照，也要闪过这公共危险罪。警方表示讲，若阵这民众已经啉甲茫，也是会当强制抽费做酒测，请民众唔通掠准讲无多甲啉治。这名厝的大美仑区的男子6月底啉酒了后，徛倒来到派出所自投罗网，警方想要替伊酒测，伊拒绝，还阁想要攻击员警。啉几罐啊？我啉5个比如。这位厝的大基顶的男子嘛同款，警方批了有酒味，但伊拒绝酒测，就要收18万的罚单，还阁要吊销驾照2档。酒后赛车公布相片的新法就落了后，高雄陆续公布27个人，但是酒后赛车的案件还是真多。前港各民众比如啉了同款酒后赛车，警方嘛发现，民国109当4月到6月，酒后赛车的件数有3000多件，拒绝酒测有150件。去年只是2000多件，拒绝酒测112件，但是今年度酒驾的件数增加500多件，但拒测的件数是去年的2倍。公告自己相片还有姓名啊，那都要自己本身的话它也会一个阻吓作用。就是太轻了啊，毕竟它就是一种会危害社会大众生命安全的事情啊。不过警方表示，虽然民众拒测，但是若是员警认定对方有讲话无解清楚，行路有困难等等无法度安全赛车的状况，还是会强制要求伊爱抽回来检验。车行不稳、蛇行、有轮次、口齿不清或其他异常的行为，我们会依《刑事诉讼法》第205条之一规定，呈报检察官实施强制抽检采验。警方认为酒后赛车数量增加，甲强烈疾病有一定的关联。民众若第一届拒测互开单了后，10天内底，搁再互取缔又搁拒测，罚款会增加到36万。若是搁再悬，就以18万的倍数来增加。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新北市中和有一个82岁阿嬷，讲伊接到一个讲是因后生朋友打电话给伊，讲有一间这厝要续刷赔，阿嬷就走去银行要汇190万的头期款。银行认为讲这真有可能是诈骗，报警查了后，再来阻止阿嬷叫人骗去。这位穿旧恤衫的婚礼人走去银行的柜台讲要汇款，这边就要汇100万。行员怀疑讲可能是被诈骗，赶紧通知警察。你看无国字，我念无你听。这个富人误信投资，说是给儿子买房用的。对网络顶找做相关案例，读互这位婚礼人听，警察一直甲考抗。这位82岁姓廖的阿嬷，住伫咧新北市中和，讲伊接到讲是因后生朋友的电话，讲有正俗的厝要卖，叫伊传190万去银行汇到期款。就算连厝也毋捌看过，也无得咧怀疑，一直到警方一直甲考抗，尾仔伊才无去汇款。家中有长者的民众平时尽量在白天的时间多关心家中长辈的动态，避免长辈遭到受骗的情形。警政署统计，伫最近5年内，每年发生超过2万件诈骗案，整体比例有增加的情形。
敢若是今年到6月时阵，就已经有超过13000件诈骗案。前第2名甲第3名分别是投资诈骗甲改图分期付款，也若假网络拍卖，包括像这种一般购物早起在内，犯罪手法是上侪排第1名。总共要到3000件。警方提醒讲，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一直伫咧变，所以若接到电话或者是信息的时阵，一定要查清楚，才袂互诈骗集团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南非的约翰尼斯堡伫7月初到半暝有一间酒馆发生枪杀案，目前已经知影有15个人死亡，9人受伤。警方表示，讲这凶手是一群人因开枪乱弹，目前是全部也被抓到。这位妇女靠甲挡袂牢被人拍个涂骹，伊亲人伫咧这场惨杀事件不幸死亡。南非约翰尼斯堡维多店一间酒馆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死伤严重。催告案有一群人坐车来到酒吧，对内面的人客开枪，凶手用的是大口径的枪支，随机扫射。有人调枪了随倒来，有人是赶紧走出来。不过外口正暗，无法度确定嫌犯是做什么款，是什么身份。当局正伫咧调查犯案动机，希望民众提供线索。This is a licensed tavern, and it was still during the operational hours of the tavern. Type of the rifles that we used, which is the AK-47, really does injure a person in such a way that that person sometimes never becomes easy for them to actually survive. 另外，伫彼得马里斯堡有另外一间酒吧发生一件死亡枪击事件，甲维多店的案件同款，凶手也未抓到。总统拉马博沙针对这两件案件出来谴责目的。伫南非，枪击事件一般拢是甲黑帮不还手或者是抢地盘有关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讲到这条新闻，有影是食人斗到食人连这骨头拢吞落。伫中国郑州昨透早5点的，有几多清明民众去到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分行的外口抗议，是因为今年4月有几多10万人因银行口座去互禁起来，若是袂当领钱，连本人要去到银行，因的防疫健康码拢出现红色。这红色就代表讲，这民众是袂当出门的。根据着中国的媒体报道，讲这关系着人民币400亿人民币的辛苦钱，就安尼无去抗议，这的民众呢去互警察围起来，而且佫一寡不明人士冲入去甲因拍，这个消息随即互中国封锁起来。初十透早5点，天都光，几多千人伫咧郑州的中国人民银行头前抗议因的存款被冻结，无法度领现金。想要去银行亲自领，警方码扫无名字了，互人表示真济无法度出门的红码。真济穿着制服的警察，一个穿白衫黑裤的便衣人员，走入去示威的现场。这件代志是自4月开始，河南甲安徽几多间银行存款被人冻结。差不多有40万户的存户无法度网络提款。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件代志涉及的金额要到400亿人民币。抗议的存户手拿着标语伫咧现场画口号，要求当局彻底调查。不过伫咧现场加派警力，选择来阻挡存户抗议，甚至对因动脚动手。民众团结伫网络的影片当看到。存户和警察围掉了，头前有一名穿白衫的人，把抗议民众拖出来，然后是卡站手拍，现场真混乱。结果警察只是徛伫咧远远所在看，无采取任何行动。中国当局也是封锁消息。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来看已经宣布破产的斯里兰卡示威民众去占领总理甲总统的官舍，而且总理甲总统这两个人也拢已经宣布辞职啊。另外一方面，反对党正在讨论要来组成新政府的规划。跳入去总统官舍游泳池，欢喜咧耍水，健身房嘛是客甲10通通，阁有人倒伫咧房间困，或者是伫咧官舍内底四个翕相。斯里兰卡的民众抗议政府无能，造成经济崩盘。伫咧总统官舍外口聚集了后，突破封锁线攻入去，而且抢劫。外口虽然有维安人员，不过只是远远徛伫遐看，因为迄当阵总统拉只帕克萨已经无伫咧官舍内底。This place was not allowed to visit earlier, and
As you can see, people are pouring continuously. That should be the happiest day of our life because he has robbed us. I mean, he has robbed his country. 示威民众找到嘛，总是去总理威克瑞米信号的私人徛去放火，安全人员已经甲伊带离开。伊表示讲，这款行为已予社会甲政党分化，而且答应讲新政府若成立，伊就会随时执。过了点钟了后，国会议长阿贝瓦达纳就对外说明，总统拉贾帕克萨宣布辞职，不过移交权力需要时间，所以会伫咧13落台。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总理拢辞职，国会议长就会是临时总统。拉贾帕克萨最近运用各种手段，包含向印度、中国争取债务支持，不过也是真恶化解70年来上严重的经济危机。印度表示讲情形真严重，新德里当局目前的重点是帮助邻国。Right now, they have to negotiate with the IMF. Those discussions are going on. So we have to see what happens. 斯里兰卡反对派国政党会开会讨论组新政府的代志。主要的在野党联合人民力量党国会议员班达拉是表示，已经甲脱离总统拉贾帕克萨执政联盟的其他政党，佮有国会议员讨论举行会议。若是反对党联合起来，真简单就会当摕到国会过半113席次。到时阵就要求拉贾帕克萨任命新政府了后请辞。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民进党选举会第昨确定会派为副部长陈时中去选台北市长。陈时中早起去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悼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时阵，去互问到讲，这未来为副部长人选是啥人？陈时中也讲，目前是还未定案。另外，要去选台北市长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也强调，陈时中辞掉为副部长要来选举是伫咧下体责任。疫情还没有结束，他说他要扛责，但是他选择的并不是坚守岗位对抗疫情，反而是落跑去参选台北市长。我想这是非常荒谬，也非常的讽刺。我想这不是扛责，这是完全卸责。那现在薛瑞元确定要接你的指挥官的职务了？一切都还没决定。打算什么时候辞职吗？好。可是现在好像不管。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都攻击你说是落跑的防疫指挥官。谢谢，谢谢啊，小心。你觉得你有落跑吗？没有，谢谢。要让另外一位无党籍参选的市长，就是现任的副市长黄珊珊，下晡也会甲郭文哲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悼念安倍晋三。讲到伫咧选举期间呢，这参选人无论是这宣传品机啊，也是挂这大地看板，拢是爱开真侪钱，特别选这市议员的保证金就爱20万。欧巴桑联名就批评讲，这根本就咧阻止人民参政权利。一般的少年人食头路的，伊手头就根本就无20万，所以因伫咧7月初1已经去到司法院申请大法官来释宪咯。年底就要选举，参选人一直烧钱。以台北市议员黄旭坤的经验来看，为2018年当选了后，每年财产申报存款无一年超过20万。今年以无党籍身份参选，议员面临可能交不出保证金的问题。那跟我有许多同样类似背景的年轻的地方议员，可能一直到前阵子才刚还完上一次选举自己所去借贷的贷款。台湾的选举保证金市原是20万，县议员12万。对比香港区议会议员的选举保证金是新台币11500块，日本市区议会议员是差不多新台币66690块。台湾明显关注真多，所以已经伫7月7日到司法院交申请书，申请大法官释宪。联名认为保证金伤过悬，就是阻挡人民参政的平权。我们没有看到就是20万元的依据，既不是用最低薪资，也不是用总体的这个参选的费用上限来做比例。对于有钱人来说，20万元的确就是9牛1毛，可是对于素人及青年的参选却是阻碍跟负担。你作为一个独立机关，你的主要职责是要确保选举的公平性，你要积极的去想一下。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你可以怎么样创造一个更大的公平性？欧巴桑联名批评，除了参选总统、副总统的保证金有法律规定以外，其他各级候选人的保证金都是中选会决定，所以要求中选会全盘检讨选举保证金金额制定合理性，提出具体设定依据。记者综合报道。
迄去选桃园市长的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有2本学术论文拢去互亚讲是抄别人的。立法院国民党团在去举行记者会，要求科技部就要依法对林志坚涉嫌抄德科报告提出侵害著作权的官司，若无者就对相关的官员提出独立的告诉。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也找校友甲研究生举行记者会，要求林志坚就要辞掉这杰出校友的身份。不过林志坚在去表示，这对手搁再改拨学啊。身为我们的杰出校友，难道是要告诉学弟妹们，你的杰出是来自于你的抄袭吗？那我也在此请林志坚可以痛定思痛，深切反省，可以主动的辞去杰出校友的头衔，可以以正风气。因为杰出校友是由学校来推荐的哦。不过从我被征召正式成为民进党推出的桃园市长参选人之后，那抹黑跟泼脏水攻击没有停过哦。我相信桃园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哦。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就算林志坚是用研究助理的身份来参与研究，也是要经过德科管理局的同意才会当使用。林志坚无经过同意就甲报告内容放入去论文，已经涉嫌着侵权。科技部到今是无针对这个事项来做回应。台湾金融研训院公布6月台湾金融风险指数，这数值是100.8，比5月是增加1.9，是13个月以来上介悬的数字。不过经济衰退记录影响到市场，6月台湾的惊吓指数出现18个月以来上介悬的观点。不过金融研训院认为，今年顶半年的风险指数有增加的趋势，不过若专甲海外市场来比，但国内有关算是较稳定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愈来愈大，加上各国小连续进入起利息的循环，互金融市场对经济衰退悲观的气氛是愈来愈高。伫各国中央银行甲国际金融机构降低经济成长的预估，台湾金融研训院公布6月份台湾金融风险指数是100.8，比5月份加悬1.9，创下13个月以来新高。在经济衰退记录影响市场的情形之下，投资人不安的情绪嘛反映在咧惊吓指数顶悬。6月呢，台股重挫，而且多个交易日呢，波动幅度大增，因此这个台版的恐慌指数大幅的上扬。那么这项分数呢，也创下了2021年3月以来的这个新高。金融研训院表示，6月份台股大落，指数本益比降到2008年12月份以来新低。台股表现是起起落落，惊吓指数创下2021年3月份以来新高，继续波动风险大大加悬到50.8。顶礼拜五，美国4大指数有起有落，台北股市早盘小起开出了后，指数由红翻黑，盘中伫咧半导体、金融甲电子的领导之下，大盘指数捌大落122点，上加是14342点。目前大盘也是呈现无稳定的走势。也若国安基金委员会下晡3点会伫行政院召开例会，嘛引起各界关注。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是很高，那恐慌性的波动，政府就有必要去稳定市场。但是若是对于未来的反应市场这个反应的话，那应该尊重市场。金融研训院认为讲，今年顶半年风险的指数有大大加悬的趋势，不过甲外国市场的风险来比，目前咱国整体金融风险的情势要伫咧稳定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小热，有真侪人会出去佚佗，屏东小琉球就真侪游客去行搭，所以因为人一个多，业者甲这生水的小车船啊，拢停伫咧渔港也个海边啊，引起当地民众不满，认为讲这当地人也是有因的使用空间，乃会当互业者全部摕去趁钱咧。而且这最近呢，佫是这石鼓秀上花生卵的时阵，屏东县政府接到通报了后，已经派人要求业者爱将物件刷走，违规者上少就要罚3万块。海边啊，生水咧用的独木舟甲 SUP 头壳悬悬，直接顶伫咧沙坡顶悬。驶来海边的货车，车顶嘛是载真侪生水的游乐设施。疫情转好了后，屏东小琉球有真侪游客到地，观光业者拢真欢喜。不过当地民众却是怨叹讲，海沙坡拢互占甲甜甜，囡仔连生水或者是生沙的所在都无。有些当然就是为了方便，就是说因为搬上来搬下去很累。
对，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哦，隔天可能还有一大堆人要用到，所以就先放在那边，等到隔天那团结束之后，我们才会再把全部再抽回来这样子。叶热是生水的大月，伫咧海林、独木舟也是 SUP， 拢互人心情开阔。毋过因为游客伤济，阁有一寡业者为着家己方便，毋但引发在地人不满，嘛互人烦恼讲，即摆5月到10月拄好是海龟生卵的季节，但是沙坡拢互海上的设备甲游客占了，可能会影响海龟生卵。要求业者在那个5点过后，必须把所有的沙滩上的物品全部净空。那如果没有清空者，我们将依渔港法来开罚3万元以上到15万元以下的罚款。海渔所接到通报了后，车站中道赶紧派人来劝导，嘛要求业者爱伫暗时进前全部刷走。毋过11早起伫咧高石沙坡路边，也是有看到袂少独木舟一寡设备。官府表示会继续执法，嘛呼吁业者莫阁占用海沙坡，互民众有安全生水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立体育馆整修工程6月12日，把这婴仔囝刷修，这交保找无囡仔，去互这动保团体抢救了后，经过一段时间，这婴仔囝拢总算大汉啊，渐渐会当飞登去台自联络。照顾将近1个月婴仔，这一箱8只进入飞行评估布棚内底，由保育员评估因是毋是用野放。等起个婴仔看环境，向有光的所在飞过去，顺利停伫另外一边。经过评估，即摆有4只合格，由医师做最后检查，加条因身躯的标记，佮归因细身躯找打。随去照顾因1个月团队，真细致伫救伤中心的阳台，送因飞向大自然。养员也称动物救伤中心表示，1个月前由台东县立体育馆抢救200多只细只婴仔，80多只健康的细只婴仔分流送到外地保育中心安置。剩的当上100多只为陆续死亡，目前有关火车临时人员照养60多只，已经有12只成功野放，最近陆续一个分配野放。蛮开心的，就是他们可以不用再这样子被强迫喂食。那因为其实对小鱼来说，飞行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他们生存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他们是靠飞行去捕捉在空中的昆虫。医生表示，婴仔救伤的事件常常看到，不过这一摆突发而且是大量，防疫团队搁要照养，搁要急救是真无行。呼吁未来工程上好是做好生态检测，避免搁发生同款的情形。台东县政府表示，因为承办单位甲承办人员不是故意造成安尼伤害，无法度依照野保法来处罚。不过到目前为止，照养这婴仔经费将近20万，由县府来付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德山社寮国小有一个生态池，因为欠管理，这生物是愈来愈少。最近富州社区专工招学生，甲这个社区底下的牛屎节啊等等的台湾鱼啊，掠一寡放伫咧学校的生态池做保育，也通好做生态教育，互囡仔会当认捌到大自然。河蚌还要下去啊！几个囡仔当咧甲社区底下的台湾特有种的鱼啊，放入去学校的生态池，想要互生态池更加丰富。而且一寡亲像牛屎节啊、蚕贝，会当互相帮助生态生物，嘛会当有更加好的生存环境。河蚌跟那个牛屎记是互利共生，所以我觉得它很特别。牛屎记啊，它因为身体是七彩的嘛，然后在这边可以让它五颜六色。这是南投德山的社寮国小。附近的富州社区提供几款品种的台湾特有种的鱼仔，互学校做生态教育。社区的理事长甲学生解说鱼仔的特性，互因亲身观察，学课本学袂到的知识。希望把这个高体旁皮跟这个石斛啦，还有条纹小巴这一类的现在很少见的鱼类，能够在我们的生态鱼池里面全部复育出来。我们学校也能跟社区结合，一起来发展我们学校的生态教育，让我们的孩子受惠更多。其实社寮国小的生态池已经真侪年，因为欠管理，生物愈来愈少，所以社区甲学校就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复育生态池，嘛，互囡仔亲身接触大自然，认捌珍惜台湾的特有种。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停办2年外的火车顶移动剧场，最近又在举办咯。有120名大人囡仔坐火车对斗六到新营，伫车顶的时阵有互动式的剧团演出，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
剧团人员和乘客一起互动，要坐咧火车车厢的大小朋友做伙体验沉浸式的剧团演出。这次火车移动的剧团以时空旅行、解谜推理为主题，要亲自为文玲到达坐上火车来看表演。我很喜欢这次的活动，因为它让我们有体验到猜谜，也有让我们跟那些角色互动。车程有1个小时，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有一些推谜的一些游戏，那其实现场热络气氛很快，我就觉得好像才过20分钟，结果我们就到新营了。文管府文管处表示，4年前原来就捌办理过火车上的移动剧场，但这2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停办，近期邀请大开剧团带来全新制作演出，让亲子坐上火车，一边来看剧团演出。用海不同款的表演和活动体验，搭上这个列车，然后参与整个猜谜的一个互动。那今年又搭配这个交通部观光局的这个铁道年，所以呢，我们把时空列车以及这个铁道年结合在一起，也是扣合我们在推动的这个流动艺术飨宴。文管处表示，今年移动剧场回归，演出内容更加上包括云林、嘉义和台南名产，营造生活化的亲近和观众活动。为云林到达到台南新营，来回3节车厢，总共120名亲子参与这场特别看剧的新体验。记者为你报道。有真侪新长者也是老大人，要到厝内面的人斗阵出门佚佗，就要考虑到这交通行程，袂当去爬山，也袂当去海边啊。今麦这屏东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为着要推广无障碍旅游，甲屏东县政府争取到4架沙包轮椅，互行动无方便的民众也会当去海边啊玩水。穿救生衣和安全带，坐起咧沙包轮椅就会当落水咯。屏东的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无障碍沙包轮椅，有教练踮边仔解说协助，互新长者嘛会当浮伫海面佚佗。海水不会很冰，凉凉的，不会很冰，很舒服。要躺下看天空，哇，真的这太舒服了。安尼个我大汉亲身的经验，无拢看别人咧坐对毋对？看别人咧耍，即马拢总设计，阮会当落水安尼。足欢喜的，圆了我们身障者的梦，不然我们身障者要去玩这些设施，很多业者都会担心不让我们玩。宾馆处最近这几天咧推测无障碍旅游，唔但会当免费租沙包轮椅，体验水上甲陆上活动，佮辅导相关业者计划行程，互新长者或者是行动较无方便的老大人，会当安心啊出门，欢喜来游览。所以目前大概这边有提供4台的沙滩车，所以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不管是身障或者是我们的银发组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跟当地的业者的部分来做相关的预约。因为大平湾的风影较平，所以行动无方便的人来这耍水嘛较安全，佮有各船等等无同的活动。看一寡民众参加遮欢喜，就知影有这款无障碍服务，因拢感觉真心实。记者综合报道。国卫院利用这个粒核酸癌细胞进行研究，即马有重大发现咯。团队发现讲，甲这个 KDMCC 提掉的癌细胞会失去功能，避免转移。未来有机会用这款的做法来正做基础，开发会当甲 KDMCC 压落来药啊，通好阻止这癌症转移。癌症转移是癌症治疗的麻烦的问题。国卫院研究团队讲，伫咧过去研究中发现，粒核酸肿瘤中的自蛋白去甲基酶 KDM4C 会促进粒核酸癌肿瘤的成长。研究团队伫咧斑马鱼动物模型实验中证实，若是将 KDM4C 的基因提掉，就能有效阻止这种肿瘤的转移，并且并无不良的副作用。不同的蛋白，它因为调控的效果不一样，你如果去阻断它，它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一个副作用。那目前看起来 ，KDM4C 这个蛋白质，你如果去阻断它，并没有产生一个不良的副作用。团队实验发现，粒核酸癌细胞伫咧无摕掉 KDM4C 的情形下，会产生特殊的代谢现象，上皮细胞间接转化，会造成癌症开始转移。伊若是摕掉，癌细胞就能被控制冻掉的，正常细胞就会被侵蚀。未来利用这种转基，也可能会用在其他癌症的治疗。我们如果针对 KDM4C 去抑制，
绝大多数的肿瘤的生长跟转移应该都有机会移植，而且因为它在正常细胞里面表现都很低，因此正常细胞是不会受到这些药物的影响。团队认为研究结果会当提供新的药物的开发资讯。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已经开始致力开发 KDM4C 的抑制药物，希望会当透过精准的抑制肿瘤中的 KDM4C， 达到阻止或者是延缓裂壳腺癌转移的疗效。记者综合报道。本地9月18日完工的南方澳仔过港大桥电气工程做到一半，所出现问题，历史过桥绑就要拆掉，时间搁要前3个月。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日去到南方澳仔视察，伊也强调讲，虽然已经延期，不过是安全上重要的。也若讲到计出来工程费用是包厢出问题，所以包厢爱来打。但是桥下因为一市场都抽量还有泄雨的问题你那个地崩要赶紧用。苏澳区议会理事长蔡元良向交通部长王国材争取南门澳仔大桥下骹地磅站等等的工程，唔通因为南门澳仔大桥的工程去牵着，爱得咧延后3个月，到12月18才会当完工。王国材指示交通部的官员都要赶紧来办理。那我们在整个拆除过程里面，除了安全之外，我们的污水也不能够污染到海域，我们的整个的拆除的那个物料也不能够掉到海域上面。南门澳仔大桥的工程因为有问题，所以延前3个月。互交通部进前答应讲，南门澳仔桥登记了后，3年内会通车的承诺，即嘛是真恶实现啊！针对这点，地方的民代是感觉真意外，不过嘛希望大桥的工程以安全为第一考虑。王国材11去南门澳仔大桥视察，嘛甲宜兰县长林祖标等人去，因为这个意外不幸过身，或者渔港过往的所在祭拜，希望工程会当顺利来进行。3个月换取南方大桥永久的安全，我觉得是值得的所以我们做这样一个决定。王国材讲，拆大桥的这个工课。针对航道的安全，已经有请施工的单位安排好势。南门澳仔大桥的中建是希望起一座100年来安全无问题的桥，用3个月的时间换永久的安全，伊认为是真有价值的。若做这个工程需要追加的经费，因为是承包商施工的问题，所以会由承包商来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这非洲猪瘟，农委会本地是想要禁止家庭油喷入去到饲猪场，不过受到这饲猪业者的反对，就要政策调整，决定先试办这油喷的共同找猪中心，打算年底会伫咧4县市先来试办。为国外所寄的快递甲邮包，常常出现非法假猪肉甲制品，嘛验出非洲猪瘟核酸阳性。农委会希望防堵风险，一度考虑要禁止家用喷来进入饲猪场。不过政策调整，农委会打算先伫屏东、台中、苗栗、桃园先试办共同行的中心，嘛就是家用的喷先送到饲猪场外口来集中来行，再分送到饲猪场。有没有可能在现有的一些环保署它的生质能中心，它如果旁边还有一些环保用地的话，那我们就协助在环保用地上来增设。要跳出来反对禁用加护喷的饲猪户，支持推动共同行的中心。屏东猪农强调，因比谁搁较惊病毒入侵，所以行的时阵绝对袂当落错。不过，即马上重要的就是要找到所在，兴建硬体无难，但是认为要简化申请的流程，才会当量早来上路。是伫咧看农委会因迄边的话令，要安怎来改好去地互伊的迄个。你走的流程较紧。农委会偏向现有或者是废弃的饲猪场转型变成共同行的中心，会比新起一场搁较紧。喷饲猪户是认为若当找到环保用地来起，嘛是袂歹的选择。但是离中心成立进前，嘛是要请饲猪户落实高温来行，保护家己嘛保护规个产业。记者林文丹从为台北报道。讲到这龙眼大出的季节已经来啊，不过这天气无稳定，到雨水，地区台中的龙眼浪费状况真歹，今年可能只剩2三成尔。农委会为着要减轻这农民的负担，拟定天灾方案，若准龙眼受灾影响超过20%，就通好领到现金补助。
原本会当生出真侪硬硬的树仔，即马看起来煞啥物拢无。今年因为受到大雨的影响，台中部丰原乃至甲硬硬兰花状况歹，歹开花嘛袂调果，敢若剩2-3成通收。一般鸡拢有6成半的开花率，但是照即卖剩才3成外，因为落果永年毋捌遮严重。雾峰是硬硬的重要产区，毋过已经连续3冬，因为天气的影响，收成拢无好，地区农民的损失是愈来愈严重。地方政府听到灾害的状况，表示会反映给中央。我们这里是雾峰桐林山区也是我们荔枝龙眼的主要产区今年荔枝龙眼的那个着果率很差我们希望说这个事情让中央能够反映给中央，然后让这个补助尽快下来。经过农民甲地方政府的争取，农委会核定，台中市的银杏乃至等等作物，若是受灾害影响20%以上，就通去公所申请现金补助，希望会当帮助看天食饭的农民渡过这届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选手杨心，今仔日的世运会健力比赛，超重量级的躯夹破世界纪录440公斤，而且伊的总成绩呢是摕到银牌。另外，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昨是以10-2拍败这味全龙，伫桃园球场家己封王。这是乐天队来宾讲接手了后头一组的季冠军。今天不好走了。哦，就这个球好击，小破门一人，比赛结束。但出酒红色的彩带，乐天桃园30案伫咧桃园球场拍败味全龙，摕到职棒33年顶半季的冠军。这场对味全的比赛，为挑战主场自力封王。虽然和对手先提分，不过第3局凌厉击球和球队逆转战局。这个球比较高，打出去，外野的飞球追得到吗？落地。凌厉这个安打，甲吕宝顶2位球员上台，桃园2-1逆转反超前，凌厉也获选单场 MVP。第8局陈武芬顶半中继，虽然被攻出一支安打，不过顺利守掉球队1分的领先，取得中继成功。搞定了这个半局，那也恭喜陈宇欣成为中华职棒史上第1位100中继100救援，达到了。达到个人第100次中继成功，陈武芬正做100中继100救援，中职史上第1人。上尾终结者郝正交分数守调，将场乐天10-2赢球封王，收下队史第14座季冠军，也是乐天伫咧2020年接手南美国了第1座季冠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北极圈的格陵兰，长期以来拢是伫咧结冰，天气是冷叽叽。不过当地民众无因为这天气伤过寒，就保持秘伫厝内无爱运动。因伫迄个所在呢，是大人囡仔拢爱运动，连时代也同款。但伊拢会举办老人运动会比赛，食到70岁啊，骹手犹原是真流利。前20号白色球赛队员拿下失败，暗过22号马上保卫成功砸入一球，顺利射门得分。这场年度银河运动盛会选在格陵兰第3大城伊卢利萨特举行，已经连续办11年。这一届总共有239位来自各地老大人组成10个队伍，分别争取手球、曲棍球甲骹球的相关的奖项。其中被叫做国民运动的手球赛是上受到注意，参赛队伍为热身开始就正认真，动作确实够精准。手球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结合有氧、筋膜甲骨头训练。伫场顶走或者是行的速度用紧也用慢，就亲像一些休困一些动作的高强度运动的节奏，真适合用来训练老大人的心肺功能，同时加强手眼协调、机体敏捷度甲弹性，佮提升筋膜甲骨頭強度。Når man er pensionist, så er man meget hjemme, men jeg kan godt lide at bevæge mig og være sammen med andre. 74歲賈克森為800公里以外拍苗特來，伊講伊佇厝度健身的習慣，加上一禮拜拍2擺球，比賽可以熟悉更較多新的朋友。Motions skyld og samvær og socialt samvær。格陵蘭人口老化速度雖然比工業國家較慢，不過這幾年也慢慢增加。愈來愈濟老大人意識到老化產生的身體衰退甲孤單的感覺，會對健康產生真大威脅，所以無少千里到伊盧利沙特運動以外，伫美麗冰河結婚陪伴之下，甲身軀朋友聚會，都是上好的長壽營養品。公視新聞張淑芬報道。
伫咧美国芝加哥有一个少年家仔叫做强纳森，伊18岁时阵去互枪弹着，造成伊半身不遂。虽然行动不方便，不过伊的阿母也甲伊鼓励，叫伊着爱活出家己。伊毋但这大学有毕业，也用家己的故事伫咧鼓励别人。秋国顶悬且明显的16年4月7日，因为这一天改变强纳森的人生。I got this tattoo February 2017, about a year after my injury, and it was a time where I felt like I was kind of starting to finally live my life again, and I had a little bit more independence. I was doing things on my own. No matter what I was doing today, I would never be that low again. 2016年，才18岁强纳森伫美国芝加哥门学校为车顶摕手机充电器的时阵，遭到不明歹徒连开7枪，其中1枪射到脚趾片，造成2骨骨折，下半身未叮当，无愿意受身体限制。伫迄一年秋天，强纳森犹原决定读第部大学，以拍轮椅垒球赛董事到，捌治疗家己的司法部福建病院做导师，鼓励其他2骨受伤的朋友找回人生的希望。Pues si no tenemos como Jonathan a una persona que te dé motivaciones, te dé consejos, pues uno creo que se exprime. 不过这并不简单，因为轮椅坐久，身体3不5时会出现痔疮，互原本就焦虑症情形更加恶化。不过上困扰是爱用导管去便所。You know, the bathroom, I can't really control that whole situation. That's probably the most frustrating part. I told my brothers a couple times actually that if I could go pee, I wouldn't even care that I couldn't walk. 陪伴强纳森行过福建之路的妈妈赫琳娜，知影后生内心的煎熬，伫2年前决定去第部大学进修，互后生有力量坚持落去。今年6月，强纳森完成4年的大学学业，甲妈妈斗阵毕业，2人欢喜揽做伙。强纳森依然对未来人生有真侪美好的梦想，伊想要用独特生活，拄着人生的另外一半，有几个囡仔，都亲像伊的爸母同款。公司新闻王家峰编译。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吉人到新竹对31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31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31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30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9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